曾經嗰個大鬧天宮、火眼金睛、號稱長生不老嘅齊天大聖孫悟空，竟然真係有一座實實在在嘅墳墓，而且呢座墳墓嘅年代比吳承恩寫下《西遊記》仲要早整整200年。從細到大，我哋都以為孫悟空只係神話傳說入邊嘅虛構人物，係吳承恩筆下天馬行空嘅想象。佢跳出石頭，拜菩提祖師學藝，鬧龍宮，闖地府，鬥天庭，最終護送唐僧西天取經，修成鬥戰勝佛。本該位列仙班長生不老，點解會有墓？更詭異嘅係，有人話不僅孫悟空嘅墓被揾到咗，連佢嘅師弟豬八戒亦都有一座隱藏喺民間嘅墓葬，墓中甚至出土咗疑似狗齒釘耙嘅物件。當考古隊喺福建一座深山入邊撥開千年雜草，露出2塊刻住齊天大聖同通天大聖嘅墓碑時，所有人心頭都泛起一陣寒意。唔通《西遊記》從來唔係神話，而係被改編嘅真實歷史？嗰啲我哋以為嘅仙魔故事，其實係1000年前真實發生過嘅傳奇。大家好，呢度係阿切盧異聞，我係阿切。今日我就順住考古線索，帶大家一步步揭開孫悟空墓嘅驚天秘密。神話照進現實，遠比我哋想象嘅更詭異、更驚人。第1章：孫悟空形象早於《西遊記》。喺正式揭秘墓葬之前，先帶大家解決一個最核心嘅疑問：如果孫悟空真嘅存在，為什麼佢嘅痕跡會比《西遊記》早那麼久？要知道，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係喺明代中期，大約公元1550年左右。而呢座孫悟空墓始建於元末明初，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391年，比《西遊記》成書整整早咗200年。這意味着喺吳承恩寫下呢個故事之前，齊天大聖這個形象就已經喺民間被供奉、被祭祀，甚至有人為佢修建咗墓葬。最早嘅孫悟空原型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根據《太平廣記》記載，唐代有一位名叫無知奇嘅懷渦水神，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手，金木雪牙，頸身百尺，力如9丈，善於應對言語，還能分辨江淮嘅深淺、地形嘅遠近。呢位水神桀驁不馴，曾在淮水一帶興風作浪，最終被大禹鎖住於龜山之下。後來有學者研究發現，無知奇嘅形象、性格，甚至被鎮壓嘅經歷，都與孫悟空有住高度嘅相似性。都係猿猴模樣，都桀驁不馴，都擁有超凡嘅力量，甚至連被束縛嘅設定都如出一轍。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明確提出，吳承恩創作孫悟空時，正是借鑒了無知奇嘅形象，將其神變奮迅之狀移到了孫悟空身上。到了宋代，民間嘅猿猴崇拜更加盛行，猴神嘅形象開始逐漸清晰。宋代古籍《夷堅志》中就記載了福州永福縣能仁寺嘅護山林神，係用活獼猴果泥塑成嘅，當地人稱之為猴王，香火十分旺盛。這說明在宋代閩江流域一帶已經有了明確嘅猴神崇拜，而這種崇拜正是後來齊天大聖信仰嘅雛形。順昌縣博物館收藏嘅北宋楊氏族譜中，還記載了通天廟嘅所在，這也印證了當地通天大聖信仰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經出現，比《西遊記》早了近500年。而最關鍵嘅證據來自元代嘅一部雜劇楊景賢嘅《西遊記》雜劇。這部雜劇創作於元末明初，比吳承恩嘅《西遊記》早了近200年。裏面嘅孫行者已經有了孫悟空嘅核心特徵，甚至還有一個完整嘅大聖家族。雜劇中，孫行者自稱通天大聖，
佢有5個兄弟姐妹，大子驪山老母，二妹無知其姓母，大兄齊天大聖，三弟灑灑三郎。這段記載恰好與後來福建順昌發現嘅孫悟空兄弟合葬墓相互印證，墓中正是齊天大聖與通天大聖嘅合葬，完全符合雜劇中嘅設定。更讓人震驚的是，原雜劇中嘅孫行者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一個一心取經修成正果嘅英雄，而係一個更具世俗氣息，甚至有些凶魔氣質嘅形象。佢大鬧天宮嘅動機，竟然係為了盜取金丹仙桃，給自己嘅夫人穿上仙衣。佢本領高強，卻也貪財好色，有自己嘅慾望和執念。這種更接地氣、更具人性嘅形象，反而更像係真實存在過嘅人物，而不是純粹嘅神話虛構。有學者推測，吳承恩喺創作《西遊記》時，正是借鑒了這部雜劇嘅設定，將齊天大聖和通天大聖嘅名號整合到一個人身上，把佢嘅兄弟姐妹嘅本領都集中喺孫悟空一人身上，才塑造出那個無所不能、深入人心嘅齊天大聖。除此之外，敦煌壁畫中也有疑似孫悟空嘅形象。喺唐代嘅敦煌壁畫裏，有一幅玄奘取經圖，圖中玄奘身邊跟着一個猴形隨從，尖嘴猴腮，手持棍棒，形態與孫悟空十分相似。只是沒有金箍棒和緊箍咒。這幅壁畫創作於唐代，比《西遊記》早了近1000年。這說明喺玄奘取經嘅真實歷史中，可能真的有一個猴形隨從，而這個隨從就是孫悟空嘅原型之一。還有印度神話中嘅哈奴曼，神通廣大，能移山倒海，頭上戴着類似於金箍嘅頭飾，與孫悟空嘅形象有着驚人嘅相似之處。2016年，首都博物館舉辦嘅印度文物展覽中，展出了一尊哈奴曼塑像，看過的人都驚呼：這不就是孫悟空嗎？有學者認為，孫悟空嘅形象係融合了中國古代嘅無支祁、民間嘅猴神崇拜以及印度神話中嘅哈奴曼，經過上千年嘅演變，才最終成形。而這些早於《西遊記》嘅痕跡，都在告訴我們一個真相：孫悟空從來都唔係純粹嘅虛構，佢嘅背後藏着一段被遺忘嘅真實歷史，一段被神話化嘅傳奇人生。第2章：孫悟空與豬八戒嘅真實墓葬，細思極恐嘅真相。鋪墊了這麼多，終於到了最核心、最獵奇嘅部分。孫悟空和豬八戒嘅真實墓地到底長什麼樣？他們藏在什麼地方？裏面又有哪些讓人細思極恐嘅秘密？目前最被認可、有明確考古證據嘅孫悟空相關墓葬，係福建南平順昌縣寶山主峰嘅孫悟空兄弟合葬墓。2005年1月，考古隊喺寶山勘探時，意外發現了海拔1305米、主峰南天門後，建築面積僅18平方米嘅雙聖廟。這座看似被廢棄嘅山神廟，內部並無神像，只有一座形制獨特嘅合葬墓。墓台上2塊斑駁影狀灰石碑清晰可辨，左碑刻有寶峰齊天大聖神位，右碑刻有通天大聖神位。依古代以左為尊習俗，印證了兩人嘅兄弟關係。這與元代《西遊記》雜劇中大兄齊天大聖、小聖通天大聖嘅設定完全吻合。令人意外嘅係，這座墓無棺槨、無屍骨，係民間祭祀雙聖嘅形祭冢。其始建於元末明初，比吳承恩《西遊記》成書早200年。
石構件上嘅紀年也佐證了這一點。關於墓中出土圓鐵棒、金箍棒、圓形嘅傳聞，已被考古隊證實為民間附會。但這座墓嘅發現意義重大，它是國內最早嘅齊天大聖神墓，也是《西遊記》形象演變嘅重要實物佐證。順昌當地嘅大聖信仰源遠流長，自古有猴神崇拜，境內現存120餘處大聖文化遺存。2011年，順昌齊天大聖信俗被列入福建非遺，還被台灣信眾尊為祖廟，彰顯了其深遠影響力。我們總以為孫悟空係純粹嘅文學虛構，而這座早於《西遊記》嘅墓葬，證明大聖形象早已深深扎根於民間信仰。它不是真正嘅墓葬，卻是古人精神信仰嘅載體，承載着人們對勇敢正義嘅向往。除了順昌嘅孫悟空兄弟合葬墓，福州鼓山也有一座被民間稱為孫悟空墓嘅墓葬，其真實身份充滿反轉與懸疑。這座墓位於鼓山湧泉寺附近，名為野雲和尚塔。據《鼓山志》卷7塔院記載，它建於明萬曆35年1607年，係湧泉寺為名叫野雲嘅和尚修建嘅僧塔。野雲和尚生平不詳，僅塔名有心猿意伏，野雲長閒8字。正是這心猿意志，讓僧塔被民間附會成孫悟空墓。清乾隆年間，鄉人見心猿聯想到《西遊記》中孫悟空嘅別稱，便訛傳此塔為猴王墓，這一說法就此流傳。考古專家考察發現，該塔係典型嘅明代僧塔，完全符合明會典僧塔規制。塔高1.2丈，3級6角，青石砌築，塔身有野雲禪師之塔，塔基刻有萬曆35年立，塔內無棺槨，僅有存放野雲和尚骨灰和金剛經殘頁嘅舍利函。明代僧塔分3級，野雲和尚塔為3級護法僧規格，與孫悟空毫無關聯。雖非真悟空墓，它卻成為相關傳說嘅重要源頭，側面反映了《西遊記》嘅民間影響力及人們對孫悟空嘅喜愛。這種民間附會也為傳說增添了獵奇色彩。若說悟空墓已經足夠顛覆認知，豬八戒墓嘅傳聞更令人瞠目。據民間及網傳消息，豬八戒墓被發現於河南安陽偏僻山坡，發現過程充滿巧合與詭異。幾年前，當地一村民放羊時丟失一隻羊，尋至隱秘洞口，聽見羊叫，爬進後發現一座古墓穴，墓穴不大，陪葬品稀少，且已多次被盜。最驚人嘅係墓中有一具豬頭人形骨架。角落還有一把生鏽9齒釘耙，刻有唔能專用4字。村民受驚後上報，考古隊挖掘檢測發現，豬頭人形骨架係人工拼接，豬頭為真豬骨，身體為人骨。9齒釘耙木質柄部腐爛，腐蝕程度不符神兵特徵，均為後人偽造。消息引發爭議。此時雲南西莊村村民持族譜趕來，稱墓穴是其祖先豬八戒原型唐代高僧朱士行之墓。村民稱朱士行法號八戒，遠赴西域取經，早於唐僧。西莊村原名高老莊，其祖先入贅高家後出家未歸，村民建墓紀念，久而久之被附會成豬八戒墓。專家結合史料分析，這座豬八戒墓冇明確紀年和可靠文獻，
是民間對豬八戒形象嘅附會，雖非真無，卻進一步印證了《西遊記》人物嘅影響力，也讓悟空、八戒真實存在嘅說法更顯撲朔迷離。第3章，神話與現實交織，孫悟空嘅真實到底是什麼？看到這裏，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孫悟空墓係形制重，沒有屍骨，豬八戒墓又是民間附會，那我們憑什麼說孫悟空和豬八戒真實存在？其實我們所說的真實存在，並不是說他們真的是擁有超凡本領嘅神仙，而是說他們的形象都有真實的原型，都源於古代嘅民間信仰、歷史人物和傳說故事。經過上千年嘅演變，才最終被塑造成了《西遊記》中嘅模樣。順昌嘅孫悟空兄弟合葬墓雖然是形制重，但它建於元末明初，比《西遊記》早200年，而且與元代雜劇《西遊記》中嘅設定完全吻合。這說明在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之前，齊天大聖和通天大聖嘅形象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並且被人們供奉祭祀。而這種信仰絕不可能憑空產生，必然有其真實嘅歷史淵源。元代雜劇中嘅孫行者有家庭、有慾望、有本領，更像是一個真實存在過嘅奇人。唐代嘅無知奇，宋代嘅猴神崇拜，敦煌壁畫中嘅猴形隨從，都是孫悟空形象嘅原型。而豬八戒嘅原型可能是唐代的高僧朱士行，也可能是民間傳說中嘅諸神。這些原型都為《西遊記》中嘅人物形象提供了鮮活的素材。我們不妨大膽猜測一下，1000年前可能真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本領高強，性格各異，或許曾結伴遠行，或許曾在民間留下過傳奇故事，被人們口口相傳，逐漸被神化。或許他們是民間信仰中嘅神靈，被人們供奉祭祀，修建了墓葬和廟宇。而吳承恩就是在這些真實的傳說和信仰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和創作，才寫下了《西遊記》這部千古名著。第4章，跨越千年嘅傳奇，未被揭開嘅秘密。千百年嚟，我們一直把《西遊記》當作神話故事來看，卻忽略了它背後隱藏的真實歷史和民間信仰。孫悟空墓嘅發現，豬八戒墓嘅傳聞，不是為了顛覆我們的童年記憶，而是讓我們知道每一個神話故事嘅背後都可能藏着一段被遺忘嘅歷史，每一個虛構嘅人物都可能有一個真實嘅原型。順昌寶山嘅雲霧依然常年繚繞在雙聖廟嘅上空，那兩塊刻着齊天大聖和通天大聖嘅墓碑，在千年風雨中默默訴說着一段不為人知嘅傳奇。鼓山嘅野雲和尚塔依然矗立在湧泉寺旁，心猿意伏4個大字見證着民間傳說嘅演變。而河南安陽嘅豬八戒墓雖然充滿了爭議，卻也為這段傳奇增添了更多嘅獵奇色彩。或許孫悟空真的沒有長生不老，他最終也像普通人一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被人們銘記，被人們供奉。或許豬八戒也沒有修成正果，他的故事被人們口口相傳，逐漸被神化。或許《西遊記》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一個真實嘅身影，隱藏在歷史嘅塵埃中，等待着我們去發現、去探尋。最後，在這兒留給大家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如果孫悟空和豬八戒真的真實存在，那麼《西遊記》中嘅其他人物，比如唐僧、沙僧、
白龍馬？會不會也有真實嘅原型？會不會也有屬於他們的墓葬和傳奇？